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8月24日公视台语台一报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华卫生局和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甲民众抽血验武汉肺炎抗体实验，本地要公布中期的报告，结果临时冻点。牵连白色恐怖高卫生案件，大后生廖立川商人经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查明，判决撤销，洗清名声。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市面的包装食品，无合格比例有6.7%，手册第一点头的冰品无合格也有4%。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华县卫生局和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合作，进行大规模甲民众抽血验武汉肺炎抗体实验。本地明仔载就要公布实验中期的报告，结果却临时发冻点。早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是表示，这站上万人的实验已经引起社会真关心。报告若未当照起工公布，该当也得要说明原因。中华县卫生局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进行国内第一个大规模血清抗体调查计划。不过，最近因为中华县卫生局检测一个当日居家检疫为美国返来台湾无症状的少年确诊，意外引起违反中央有症状才会当采检的政策。中华县卫生局嘛去互警方调查，因为时机真敏感，原本规划25公布这份血清抗体检测的其中报告，嘛临时冻点。对，所以我们是自愿去参加。行政上作业突然喊卡的话，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报告还是会出来的，但是就让我们期待吧。根据中华县府指出，23尾仔接到台大公卫学院通知，取消血清抗体调查其中报告的记者会，不过并无说明原因，公布的日期嘛无确定。因若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忠权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正是因为行政作业未赴，才会停办说明会。因若延到当时才会公布，是还未定案。2时早起，佫打电话给詹忠权教授，伊是无接电话。因若台大公卫学院院长张守黑是讲，伊个人是真支持这个计划。不过，既然即马计划有争议，加上学术研究，拢是完成计划了后，接受中采的审查，去互期刊接收了后，才佫公开发表。除非有紧急重要的发现，若无建议，应该要等期刊接收了后，才佫公布结果。有关这个事件，事实上已经是社会的高度关注的讨论。如果说有任何不能公布的理由，也请台大要对外清楚说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中华做的检测已经受到社会的关心，应该公布检测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到底入境的旅客敢就要拢总验病毒，实在是一人一片理。但有专家建议讲，因为有的外国人卫生习惯和咱无共，上好是检疫14天后，佫要求因自费验一摆。但疫情指挥中心的曾仁祥发言人也讲，这站会考虑。有媒体报道，上海又佫加一个按台湾带病入境的患者，曾发言人是表示，详细还佫咧了解当中。入境的时间是要针对所有旅客来普遍体检，最近正做外界争论的议题。有专家认为讲，外籍人士的生活习惯甲台湾人无共，破病时阵无一定去医生看，无关系讲挂嘴炎，嘛不伫咧上飞机进前感染武汉肺炎，佮加上潜伏期8天，就算讲居家检疫14天，也是有可能会带病毒拍走，变做防疫的空棒。嘛建议讲检疫期满爱佮自费体检一届。所以他在台湾第7天发病，可是完全没症状，那他可以传染10天。所以他在第14天就出去了，他至少还有4、5天的传染期啊。另外有媒体报道，中国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佮出现一个对台湾入境的确诊病例。不过指挥中心表示，目前还未收到上海的通知，也佮伫咧了解当中。中国大陆这边还未告知我们这个讯息，那我们当然会在已经直接联络上这个陆方，但是他们还没有提供我们这个详细的个资。若是中华县卫生局大主大意采检无症状的居家检疫者，政府单位第一阶段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包括民众就医甲病院通报流程等等。第2阶段针对卫生局执行的部分来进行调查，需要5天的时间。指挥官陈时中会搁找1天来甲社会大众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也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职，典礼现场的椅也是全无坐。一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一切简单化；另外嘛是表明新市长要赶紧摒市情的理念。陈其迈本人也表示讲，望手下所有的主官，人人都会当和伊共款，90度鞠躬压腰，谦虚来面对市民，佫有真正做较清廉、勤政、爱乡土。阿伯今日数位行政中心高雄市长陈其迈先是一鞠躬顶献地主台。2时早起，陈其迈正式就任高雄市长，以70%得票率赢得高雄市长的补选，和民进党重回执政。我也要拜托所有的市府团队，要永远记得，
当你的市长90度鞠躬的时候，你在施政的过程里面，你也必须跟市长一样，90度鞠躬，谦虚的面对市民，谦卑执政。未来，我希望我们的市府团队可以贯彻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基本价值。当期卖姿态放软，也毋过对小来各团队是严肃要求，大家爱当虚心接受外界指教，更加要内新团队手机也保持畅通，同齐全力拼市政。最后也再次强调，会以清廉、勤政甲爱乡土的精神，实践高雄4大优先。在转换跑道过程中，我当然大家可能还不习惯，说我离开了媒体圈，现在要当主委这个位置。那么就是重新学习。那么现在原民会如果持续在推动，他们做得很好，那我会接下来持续的让他稳稳的这样做下去。市府团队这摆选出苏体林庆荣、罗德省3位男性担任副市长，一级机关政务首长也有9位女官员，小来个女性比例达到1/3。毋望团队成员会当发挥紧、冲的拼力。准备上工。这场就职典礼邀请贵宾甲地区代表，大约只有300多人，比前几摆的就职典礼规模会当讲是略个详细。现场也保持1公尺的防疫社交距离。除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一切简单，也对应新市长拼市政的理念。但期摆要安怎伫以后的2年拼出市民寄望的期待，随上港亲像都是伊上好的解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政治的消息，昨暗网络顶头出现一站时代力量前任的立委黄国昌私底下讲话录音，内容就是咧批评苗栗县议员詹文学有通选调党内决策委员是刻意支持，结果说反面无咧相配合。但詹文学议员即时宣布退出时代力量，黄国昌是表示录音是恶意剪接，望一切误会会当告伊假煞。时代力量阁逼出退党的风波。23暗时，网络流出一份黄国昌私底下讲话的录音档，批评苗栗县议员詹文学，也就是去年时代力量选举的决策委员。黄国昌不满苗栗县议员詹文学走票，无投予齐英明。24暗时，詹文学发出退党的声明，表达伊强烈失望的心情，无法度接受时代力量干那有黄国昌一种声音，和时代力量搁一届分裂，再去詹文学亲身出面说明。我决定退出我曾经全心全意参与了快要4年的政党时代力量。这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录音档事件只是最后的一根稻草。我其实就耳闻过黄国昌前主席以及许多人对于我没有乖乖听话投票有许多的不满，当成橡皮图章，不听话的就打压、就污蔑，尤其是把不同意志的人直接打成小绿。党内没有人去检讨这个内容的问题，反而是去检讨说是不是曾文学自导自演。黄国昌电话无开机，干那伫咧人面前表示，这段录音是互超工剪接的，嘛希望所有的误会甲批评到伊遮为止，伊袂阁加做解说。我希望就是能够约国昌跟这个文学能够坐下来谈录音带的部分，应该国昌也要向他能够示意。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曲显智表示，会尽力甲詹文学留落来，希望詹文学甲黄国昌会当面对面坐落来沟通。时代力量嘛，伫咧2月开始进行网络投票，全面改选决策委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报上届新的消息，近来大同公司的风波是一站接一站。检察官早前有查出一个台商郑文益去和中国上海生理人任国良共谋，伫咧2016年利用人头口造炒大同的股票，不法的所得超过30亿。再去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郑文益13年过6个月有期徒。这条案是要当上诉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共同违反了这个155条第1项第4款的，就是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市场的某一个股票的交易价格，以自己或别人的名义对这一个股票呢，连续用高价或低卖的方式去影响这个价格秩序。台北地方法院判决讲，郑文益甲中国的生理人任国良，还有
贯穿炒股票的一个某人周兴华，3人共谋，对2016年9月到过当年3月，大批买入大同的股票，甲价值满将近14块起来，不法的所得超过30亿。虽然郑文益辩解讲买股票是要争取做大同的董事，毋过遐尼也是认定这款破坏市场的作为已经违反证券交易法，判决郑文益13年过6个月，周兴华4年过6个月有期徒，也发布通缉林国良。再来讲，1954年，嘉义县五凤乡的郭一生乡长去国民政府用交结匪谍的罪名枪杀，结果去牵连到伊的小弟乡内卫生所主任马友托斯库，汉名或者杜孝生，佮有公诉一个干事廖立川，因乡人嘛判决侵占独立落脚。但经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查明，早起赖清德副总统亲身颁发判决撤销的证书，予因的囝儿洗清名声。为副总统赖清德的手令，摕到撤销决定书，受难者杜孝生的家属杜明德是真感动，为着这天一等60年啊！我父亲这个案子终于得到平反，我最有个人的意义，内心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欣慰是，我父亲的名字在州主重新被看见。我爸爸是关了2年8个月，如果像某些报说关10年。或是被枪，那我想我们更悲。1954年，遭作的杜孝生、廖立川受到郭一生案件的牵连，轰判侵占独立，因为安尼入监，2个人的家属四界走踪，希望会当重新启动调查，替因老爸平反。出转会审查了后，伫今年7月29，认定这个案件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特殊，公告杜孝生、廖立川撤销有罪判决。出转会认为讲，这若是撤销刑事有罪判决的案件当中，头一个有原住民身份的人，嘛是落实转型正义，而且迄是威权统治的时代，政府透过政治案件来控制原乡。副总统赖清德透过这个机会，呼吁大家爱团结。不过，针对最近总统蔡英文甲前总统马英九对国家主权的议题，是几啊届互相呛声。赖清德批评马英九无应该活伫过去，还佫讲制造假象，比战争还佫较恐怖。马前总统不应该还活在过去，也更不应该一厢情愿。那如果不断的造成国内的分歧，制造恐慌，这比战争还恐怖啊！事实上呢，制造恐慌最内行的就是蔡总统，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他不断的制造芒果干，他最后是靠这个当选的。我想蔡副总统去年应该深刻的体会到。马英九强调讲，伊甲中国咧交流，一向是真注重对等甲互惠。伊认为讲，离主流民意愈来愈远的是蔡英文，针对捍卫台湾主权，总统的意见是拢无啥共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蔡英文总统，台湾民意基金会早起公布上届新的民调，蔡总统的声望达到6%6%。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教授也分析讲，原因就是外交有进展，尤其是美国卫生部长来访问台湾。之前马英九前总统提起中国人来拍，美国的援兵未到，咱就会战败。这款守战即将战的主张，受5%民众讲无赞同。台湾民意基金会24公布上新的民调，其中针对总统声望调查，有65.8%的民众对总统蔡英文最近施政是表示满意，无满意的敢若有22.1%，显示最近外交有突破，加上台美的关系有变较好，连带有关总统的声望。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引起大家的关心。美国国务卿庞佩奥还佫讲出中共非中国的主张。根据民调显示，50%的人同意这个讲法，学者认为讲，这应该是川普政府新的政策。这个代表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个新的政策，看起来也是美国2党的一个共同的观点。可庞佩奥他们讲这话，已经某方面来讲，几乎是已经到了好像回到冷战阶段吗？1950年代开始的围堵策略以后，开始冷战。美中关系是哪来哪歹，美台的关系是有继续升温，和中国真正伫咧台海举行军演。不过民调显示，有60%的人无烦恼台海发生战争。若前总统马英九提出守战就是终战的讲法，认为台湾要等袂到美军战争就结束，中国就赢。同意的敢若占33.9%，无同意的是有58.3%。但不管总统还是现在过去的总统，都不适宜示人以弱。然后，所以马总讲这话，可能周边的这个辅助说明不够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再给马总统一次机会。
请他再讲清楚一点，我也很想知道他这个的理论。另外，这份民调嘛，头一届对遮侪任总统拍分数，结果敢若有前总统蒋介石及格比例是6成以下，前总统蒋经国甲李登辉及格比例是超过84%。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南美洲的普鲁一国有夜店违反禁止令开门做生意，结果警察一个去查，现场百外的民众煞烧钱要走，人打人，发生13个死亡的不幸。欧洲东部乌克兰一国前任的总理染着武汉肺炎已经治重症。另外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等紧急批准，要甲复原的患者的血浆用作治疗武汉肺炎的新用途了。2半暝，秘鲁首都利马这间夜店，真侪人去用掉伫咧唯一的出入口内底，警方爱用钢推甲门拱开。这个查甫人去用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意识，路边嘛有人因为伤甲真严重失去心跳，医护人员来现场急救。这间夜店违反政府自从3月份就开始实施的防疫禁令，私底下开店做生意。警方前往查缉的时阵，夜店内底超120个20岁至30岁的人客，听到讲警察来呀，向公共做伙向外口来冲，AA定转来造成伤亡。夜店内底有部分人客家属甲记者讲，警方突击的时阵使用催泪瓦斯，毋过内政部是发声明否认。其他无要紧的23个人客去用拘留，而且体检，有10个人验出阳性。En el evento que ha sucedido las cosas era un caldo de cultivo para esta enfermedad. Había mucha carga viral en un ambiente cerrado y todas la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juntos han estado expuestos a esta. 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所属的祖国党发言人表示，季莫申科病毒检测是阳性，病况真严重，烧到39度。毋过记者公布更较侪细节，今年59岁去用合作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捌2届担任乌克兰总理。总年进前是经营天然气起家，事业有成，毋过伫掌握能源甲总结期间，捌发生争议事件，譬如讲滥撒用这款等等。美国总统川普23日疫情简报会顶管表示，美国食药管理局 FDA 已经紧急批准使用新冠病毒克服者的血浆来做治疗方法。It has proven to reduce mortality by 35%. Based on the science and the data, the FDA has made the independent determination that the treatment is safe and very effective. FDA 发声明指出，血浆疗法可能有效，毋过潜在益处比潜在风险更较大。不过嘛强调讲，这个疗法毋是完全无问题，也是要进行后续临床试验来确认安全性。FDA 顶礼拜才去川普批评讲，是为着政治目的，转来拒绝批准这项疗法。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太平洋第8号的巴比风台风向已经压对朝鲜半岛去，南韩的首都当伫咧加强戒备。另外北美洲的墨西哥海湾家同款去有风台升腾，搁有中美洲的古巴、多米尼加纳，搁有埃及，就是海地这几国，也有热带风暴伫咧军架，未负造成的不幸，逐位拢有发生。海边影正大，加勒比海岛国古巴拄到热带风暴罗拉的威胁。风雨也未来，地势较低民众已经开始撤离，仓储、冰箱、电视会当搬尽量搬，因为罗拉已经对附近的国家多名尼加加海地造成伤亡。听到亲人被倒去的墙地势，多名尼加民众哭甲挡袂牢，上千名民众撤离，超过100万户无电通行。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路规拢淹水，有厝互大水冲倒去，内面的人袂赴的走出。罗拉即马愈来愈往美国，气象专家警告，伊的威力可能会增强到2级或者是3级的飓风。美国墨西哥湾另外一个威胁是已经升级真侪飓风的马可。即马马可近中心的上大风速1点钟120公里，目前还阁伫咧墨西哥湾的海面，以1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方向刷叮当。2005年和卡翠娜飓风侵袭的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的第一个拄着。My essentials are paper towels, diapers, Diet Cokes, and we got a bunch of canned foods and fruit. 另外，已经离开台湾的第8号风台巴菲，目前是伫咧乌基纳瓦附近的海域，以1点钟10公里的速度向北北东刷叮当。南韩气象厅讲，
巴菲伫咧2月会经过济州岛，过两天会影响首尔。专家警告讲，有可能出现1点钟100公里的强风。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美国的川普总统大兄的查某囝，就是伊的查某孙 Mary Trump 顶月日出册，内容就是咧亚因家己家族黑暗的一面。但 Mary 又搁提出一站15点钟久的录音，原来就是因阿哥，就是川普的阿姐咧批评小弟，讲川普总统无情分，讲白贼失原则，完全袂当信任。离美国总统大选敢若剩2个月，川普想要连任，却拄到去年的代志，去互压出来。查某孙玛丽川普7月出版新册，公布家族的代志，2日佮公布秘密录音，甲川普因姐姐私底下对川普的偏见讲出来。It's mind-boggling, but that's all about his base. All he wants to do is appeal to his base. He has no principles, none.And his base, I mean, my God, if you were a religious person, you want to help people, not do this. 川普的查某孙玛丽伫2018年到2019年年初偷落甲因阿哥，也就是川普的姐姐玛丽安甲伊2个人的对话。因当时要到15点钟，是退休联邦法官玛丽安私底下对弟弟的人格特质甲政策是批评甲无一底好。伊嘛表示完全无法度相信真敖讲白贼的川普。川普过去对姐姐玛丽安的评价是真悬，伫咧发表秘密辩解违枪政策的时阵，佮捌讲会派玛丽安来处理非法移民的问题。毋过因党内咧，玛丽安是强烈反对违枪政策。This goddamn tweet and the lie. Oh my God, I'm talking too freely, but you know, the change of stories, the lack of preparation, the lying, the holy shit. But he's appealing to the base, what they're doing with the kids at the border. 玛丽安嘛表示，川普找亲手代替伊考美国大学 SAT 的入学考试，才会当日去宾州的华顿商学院来读册，而且玛丽安佫会记咧亲手的名。伊嘛讲家己捌替小弟来写作业。当日无用选战的川普竞选团队出面表示，兄弟姊妹结起是真事上的代志，而且佫讲到前总统奥巴马甲共爸叫买阿兄来激励。除了去年的代志去互压出来，川普8月初封杀中国社群软体，微信甲抖音的行政命令嘛那像去踢到铁棒，而伊有真侪微信用户以侵害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伫咧旧金山法院对美国政府来提告。另外，去互要求必须伫咧9月中来卖美国业务的抖音表示，因无选择，敢若会当伫咧法院挑战这项行政命令。23业务公司字节跳动嘛证实，为着要确保用户甲公司去互以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会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来保障企业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上最新的消息来讲，艺人德英和孙平的后生孙安祖，真正有伫美国持有枪支甲大批的枪支，牵连到恐怖威胁的罪名。当树林地检署经过侦查，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将伊起诉。2018年，孙安祖伫美国因为持有枪械，佮有大批的枪支，落甲关8个多月，到迄年的年尾才去互美国政府强制遣送出境。台湾的检察官也认定讲，咱国是有审判权。经过将近2冬的侦查，今日来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将孙安祖提起公诉。咱过来讲，中国的渔船和抽海沙的船只，近来不时地行过界线，驶入了咱国的海面。但海巡署决定要挽过秋田，目标直接针对替这款非法的船只咧天游的补给船。昨早起真是着撞到一只中国船，外壳拢无压船名，正就是再游再甲归台。前面的大陆渔船，请你停船。船身无写名的中国籍渔船，外界正列咱国限制水域，听到海巡署放送几多遍，拢袂停落来。海巡署一直解地强行划船去检查，甲船压登去马公侦办。在猫屿外西南方18.9海里处，那发现这艘无船名的大陆籍渔船，那有广播数次叫它停船，大家都置之不理。那本艇决定强靠上去之后，发现它上面的构造研判，它应该是运补船。海巡人员认为这是一只油料补给船，专门提供中国外界渔船油料的补给。船顶查到4出船顶顶5个人，拢无发烧。配合卫生局加防疫检验人员做船的消毒加检验作业，以免查缉过程出现防疫的浪旁。大陆渔船他们在伏击休渔期结束之后，通常都会过来我们澎湖海域。那我们本队执行护泳专案，那加强海上的巡逻强度及密度。那针对这些的大陆渔船，我们队上也是有加强的方式，然后要处理他们越界捕鱼的情势。
中国违法的抽沙船甲渔船，最近常常遭到偏航海域违法作业，数量真多。海巡署即马决定一个较彻底办法，就是锁定油料补给船，只要甲因的补给切断，违法掠鱼甲抽沙的船也减少。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8月20，台南市刑警大队兵分12路，查到南台湾上届大主甲人偷牵汽车的集团。查到就是对去年正月开始，伫南部4架咧拼人的车去台吧，不法的得利案算达到5000万。当有8个嫌疑犯已经落网，也以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搁有窃盗罪移送法办了。警方穿几套交装装备破门掠人。台南市刑警大队整合下县市的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而且分析各县市这几年来防偷牵汽车的作案手法，运用大数据的资料证据整合了后，经过年外监控，这个月20看时机，兵分12路，破门把8个偷牵车集团的嫌犯抓起来。就相关的县市警力，还有本局也投入大批的警力，兵分12路同步执行搜索。那在相关的歹徒处所里面，我们查获了9辆作案的车辆，还有9颗失窃的自小客车引擎及相关的赃证物。这个偷车集团专门锁定市占率上悬的厂牌，包含 Toyota、马自达、Honda 等等的车来偷牵，了后再把零件拆掉，卖这款零件来装里头，佮利用有伪造车牌车辆来犯案。作案的过程当中，佫会互行踪等几落节，互警察是真歹查。窃车的负责窃车，那解体的负责解体，销赃的负责销赃，那分工非常细腻，所以在整个侦办过程中造成许多断点，那也延迟了警方可以查缉到该集团的那个进度。初步清查，这个不法的集团偷牵改体车超过60台。不法差不多赚到新台币5000万，虽然以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窃盗罪移送法办，也若是这个案件，当由检警扩大侦查，追查敢有其他的共犯，佮有这寡查获是拢销去倒位。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重要消息来讲，6月底时，劳动部统计，当咧休无薪假的劳工超过3万人，加在近2个月有渐渐在落。啊，毋过今日当公布上届新的统计，人数又搁翻头抢悬起来。劳动部上届新这一期劳工休无薪假的统计，国内目前有820间企业有咧实施无薪假，影响超过2万的劳工。比较顶礼拜的数目，加出20间，人数也增加360人。目前当咧休无薪假的人数有24900几人，其中特别是制造业顶上介济，另外运输业，佫有包含旅行社在内资源服务业，也因为海关的管制，经营遭遇到较大的影响。7月时普渡民众真侪拢会穿脆食面落去拜。当台北市卫生局抽验30种市面的包装食品，发觉无合格比例有6.7%。另外，卫生局也针对热天时手持茶点头的饮料，佫有包装生产的冰机种种落去稽查，结果也有10项冰品过抽验2摆，同款无合格，罚金3万块。天气小炎炎，啉一杯冰的饮料上透心凉。台北市卫生局今年抽验311件手持的冰品、冰糕，还有配料，结果发现13件无符合卫生标准，无合格率4.2%，而且通知业者限期改善，包括柑仔工坊、北投中和店的白长美人茶，还有幸福堂头脚店一粒葡萄柚茶等等10件，拢因为互抽的结果，大肠杆菌还是讲生菌的数量超过标准，起互处罚3万块。我就加强我们的管理啊，尽快我们我们请我们的门市店，他们就按时要换滤芯啦。6月可能是他抽之后，我们就没有再卖这支产品了。季节上面的关系，其实是比较主要的原因，所以就会选择把它下架。大肠杆菌群是常常起用来监测食食敢是去受到污染的重要指标。了解制定当中敢是出现卫生缺失。卫生局表示，虽然不是食物中毒的病原菌，不过伤过济也是超过标准，拢会当代表产品的卫生状况不好。有可能是冰糕食材也是器材起用污染，也有可能是工作人员个人的卫生状况不好。包括它的滤芯是不是时常有更换？那它使用的接触到的制作的一些器具是不是有定期的一个清洗跟消毒？当然的话，
他操作的一些相关的平台、工作台的部分是不是有交互污染，或者是例如说收钱的人啊，跟那个制作饮料的人是不是重叠的？旧年7月，真侪民众甲公司拢会准备奖品来祭拜好兄弟。台北市卫生局抽验30件各种普渡的奖品，结果贵宾来之还有4果2种商品，拢分别验出农药残留容器量超过标准，无合格率6.7%。来源厂商分别是新北市甲南投县，除了已经要求甲违规产品收起来，卖以下罚来罚6万块至2亿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台大病院发表上届新的研究，发觉讲30岁以下的成年人，若是去食到较旧的自来水管内底所泄漏出来，也是去吸收到油擦处内所产生盐的成分伤过头济，就较会引起癌菌、血筋、动脉硬化，另外影响骨头的密度，佮幼囡仔过敏的风险也会增加。近日在中部有诊所违法使用有盐的中药，造成民众盐中毒，引起惊吓。目前国际之间无盐的暴露安全值，毋过盐对人体影响是真大。台大病院发表上新的研究，追踪12岁到30岁少年族群，发现盐暴露毋但甲血压，还有心血管症候群是正相关，也有可能会造成阿妈菌动脉硬化。我们年轻的这个成年人，还是所谓的青少年呢，他们暴露到这个铅之后呢，这种效应就很明显。好，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能够提早减少铅的暴露，对我们动脉硬化的疾病的预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件事情。医师分析，这项研究提醒台湾人爱自细汉就开始注意降低盐的暴露量，像讲较旧的自来水管，还是讲吸水较浅的食具，还有室内油菜营养，拢是生活当中有可能的盐暴露。对二小族群来讲，有可能会增加过敏的风险。除了治理以外，在免疫功能病人如果儿童暴露铅之后，可能也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譬如说像过敏啊，或是说免疫功能比较差，比较容易感冒啊，比较容易有气喘这些问题。医师提醒，伫咧居家环境当中拍开水道头的时阵，爱先互伊留1、2分钟，麦当使用过滤盐的滤水器。另外，食讲有钙、铁、锌的食食，麦当帮助身体代谢盐；还有食有维他命 C 的食物，麦当阻止人体对盐的吸收。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咱的环境来讲，地球平均的温度渐渐愈来愈高。绿色和平国际组织这个环保团体就警告讲，台湾四边的海面水平线咧提高的速度比较全世界平均尺加有2倍紧。初期30冬，若阁无注重环保，减少碳排放，每若公元2050年，包含总统府、台北车头这的所在，有可能拢会去浸伫咧水底。随着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迁。未来全球升温若是超过4度C， 无法逆转的海平面上升将淹没它。绿色和平模拟全球暖化提出警告，若讲地球未来升温超过4度C， 地势极地加速扬冰，海平面继续升悬，那自动新乐园将受到冲击。北市包含总统府、台北车站等重要地标也将泡伫水内。那根据研究，2050年海平面上升会大约来到0.56公尺左右。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风暴潮的高度其实可以来到1.62公尺。在2050年海平面上升的情况，其实会延移到重要的政府机关，总统府，其实立法院跟监察院也都会受到影响。绿色和平指出，全球海平面当年等于0.19公分的速度升悬，台湾四面环海，加上洋流的影响，海平面升悬的速度更加是全球的2倍。若讲未来的30年，若讲阁无积极的减碳，2050年的海平面有计将会升到0.56公尺。若讲是风台侵袭，海水倒灌，出现所谓的风暴潮，海平面阁较有可能升悬到1.62公尺悬，到时阵就会淹掉台湾本岛面积达到2120平方公里，对建筑面积的冲击相当500个台北小巨蛋。以六都来讲，大约有290万人口受到安全的威胁。我们刚才提到，中央政府今年要修订温室气体减量管理办法。那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它必须要去遵照联合国建议的这个符合1.5度C 的升温控制目标，也就是说，必须要在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这个目标。但是很可惜的是，现阶段我们的温室气体管理法目标其实是非常不足的。
绿色和平主张，咱国应该透过文管法修法，具体要求火力发电厂顶污染源，伫10天之内减少一半以上的碳排放，以及制定时间表淘汰燃油汽机车。绿色和平表示，因会继续要求各县市宣示气候紧急状态，共青气候变迁的警示。记者综合报道。早起有一群环保团体去到台中市政府门口口，要求市府要赶紧定出新版的空气污染防治自治条例，就此才有根据通好管理遐大批的制造空气污染的对象。市府环保局嘛表示讲会加速召开专家会议，赶紧提出新修改过这部自治条例的草案。真侪环保团体伫台南市府前将碗挂弄甲起因空空，要求今年来订立新的空气污染防治自治条例。因为中央宣告，目前的空污自治条例部分的条文无效，电源检的款项嘛被限缩。而环保团体更较是积极，市府将防治空污的责任来转给中央。空污的自治条例不出来。那对人民来说，你就是把责任推给中央嘛，什么东西都是怪中央。市政府其实是有一些权利可以要求我们市内的一些污染源哈。判断指出，市府虽然以打击中火为主要的手段，不过中央宣告部分自治条例无效，嘛有电线空污管制拄着困难。判断统计，中火4年污染总排放量已经减少5成，不过高耗能的高污染的子公司中量更铁，所以只有减量2.5%，应该对着第二大固定污染源来进行管控。它的电力也是来自于中火，可是它中火它用中火的电，然后来炼焦完之后再把那个空气污染又排上来。不要等到公听会了，我常常等到公听会的时候哈，可能大家参与的时候，那时候是比较慢的。就我知道环团很急，那我们也很急。台南市府表示，除了近年来召开专家咨询会议，提早予公民参与讨论，对着新版的空污法拄着执法的困难，嘛就要求中央适度来修法。环团强调，新版的自治条例提出，再使加大执法的力度，针对着中火以外固定污染源的加强管控，再使营运速落来空污计。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咱厝内人有白虾，看得是真头疼。不过，当中兴大学昆塘系有教授已经和头塘的业者佮有民众合作，讲若掠到白虾会当寄去化验。当经过收集3000几个样本，已经统计出台湾头一个白虾分布无共品种伫各地头倒一个所在的地图。厝内茶头家区菜拢变成白虾大餐。一寡用阿摩头起的下路，都是因刷电动的路线。风塘公司的人员当咧详细找找白虾的踪迹，要进行防治工作。看它有没有活体，我们可能就是要先用这个部分来去做。如果搓的时候呢，如果有白蚁，它就会爬出来。为什么白虾危害特别互人头疼嘞？因为因是一种反噬力惊人的社会性昆虫。我们讲一巢的白蚁呢，它的个体数呢，少的话会从几千只，然后多的话就会到几百万只。为了了解伫台湾造成地处虫害白虾有倒一寡种类甲分布的范围，李孝峰研究团队发起公民科学行动，并且各地毒虫公司也有民众发现白虾了后，采样寄回实验室，目前已经收集3000多份的样本。台湾家白蚁的话，就是它的头的前面这边没有明显的半月形的斑点。那另外一种家白蚁叫做葛斯特家白蚁，它这边就会有2个很明显的，就是半月形的斑点。葛斯特家白虾是入侵种，主要危害区域是伫南部，也毋过即马伫北部甲东部已经发现踪迹。研究团队透过一笔一笔的鉴定，已经建立第一张台湾白虾地图，希望监测族群变化。防治这个词是比较古老的使用方法。其实我们应该说白蚁的族群的管理啊，其实呢，当把它的群体压制到一个数量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少。好，那你想要把某一个物种完全的移除，这个都是太极端的想法。其实白虾伫大自然中是重要分解者，未来需要更加侪公民参与，甲昆虫专家同齐合作，才当找出人甲白虾和平共存之道。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云林县一年当平均测发生4000站家庭暴力的案件，但县府也宣布会设931站社区安全守护站，和地方的企业点头互相协助，望通就近协助，才会去互厝邻的亲人起脚动手，暴力对待对象。家庭暴力事件频传，为着要在地社区点家和村里办公室，会当提供紧急的通报，和短暂配合等帮助。云林县府和云林妇女保护会合作，提供县内每一乡镇设置社区安全守护站，希望当减少暴力事件发生。因为阮遮因为较有人来吼，定有出代志吼，阮店家吼，我都针对这代志吼来甲帮忙处理的。像我们一年其实有将近4000件的家庭暴力事件，可能很多的民众啊，他第一时间他不会选择要去通报。不会通报110或113，他可能会先去找左右邻居诉苦啊，或者是说就是找我们的村里长来帮忙这件事情。云林妇女保护会表示，为着会当预防暴力事件，县内每个乡镇村里办公室都有设置安全守护站，各现在每个乡镇有20个至40个友善店家，嘛加入提供安全协助，平时就会当透过主动的关心，互安全的防护网更加健全。提前部署啦吼，伫咱全县已经有931个即个社区安全守护站，阮是包括讲利用咱在咱村里社区附近即个商店，还是讲村里办公室，大家共同来成立即个社区安全守护站，会当来做咱社区一个非常敏感的即个雷达。社会处表示，以过去的暴力案件来讲，若接到被害者的通报，大部分拢已经造成伤害。但现在若是会当伫各乡镇村里就近设置守护站，透过平时的关心掌握预防，就会当大大减少暴力事件发生，嘛是社区安全环境营造的重要功能。记者为您报道。镜头所罗南来讲，今年屏东东港的冠军米是80几岁老农民颜水清所种出来。乌里桑做田已经70多冬，无论种植的管理也是农产品的品质，拢经过评审严格考验。当摕到头奖，也通代表东港搁去参加全国性冠军米的比赛了。第一名，6号啦吼。颜水清哦！台顶的主持人公布东港稻米的冠军，这届是由高龄超过80个农民颜水清摕到。这摆比赛评审唔但评米的本事，嘛着审查产园的管理。颜水清种田已经70多冬，伊以丰富的经验、合理的栽培、用心的经营，得到头名。到你在种哦，爱到这款的肥哦，爱经验，脾气较好。东港农会鼓励农民种植物愈种愈有路。第一阶段先审查产园的管理，再搁请评审来看外观、食气味。经过侪定数，才选出这支上赞的米。咱比赛了，我来入冠军、亚军的呢，再来参加全国的比赛，一定要标准啊！要检，还要经过我们那个评审就审过去呢，才可以参加比赛。这样要在这个改农场，按试验所，这专家的评审才开始参加一咱。这回所选出来的冠军米，会代表东港来参加全国的比赛，透过竞赛方式，让农民鼓励或互相求进步。农民用心来种台湾上赞上好食的米。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农渔业。中秋进前就是嘉义县东少蚵仔要大出，毋过即阵土沙直直淹过来岸边，地处岸边的岛病、外海的浮病，这两款蚵仔病拢遭遇严重的危机。今日公视台语台记者特别招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东少蚵仔的产业目前所拄着种种的问题。风台打过，也未天光，后面就赶到外海去收蚵仔。一人一人的蚵仔钓去车顶，到中秋进前是当只蚵仔大出的时阵。不过后面煞欢喜袂起来，因讲外山顶酒一直走入来，岛边时咧拢互山往了了。苹果树因为袂大嘛，因为沙洲本来就伫3公里外嘛，一直走入到遮，包括是咱外山顶酒遐共款。本来伊迄片土是，毋知咧外算1000家的，即马都已经大了啊。本来是7万条啦，即马剩无1万条啦。
自然环境的变化，特殊饲鹅啊，就要改用成本较贵、佮惊风台的铺平。就算落重本开落去，佮有鹅类会来食，乌鸡会来输，海水温度悬，嘛影响鹅仔的成长。差不多有300-400枚鹅仔拢袂肥，佮袂大。鹅仔歹饲风险勿大，无偌济少年人倒来家乡接班。规条鹅仔产业链为庄头渔港设一链，大部分拢是有会的长辈。少年啦，啊，即马老啊开袂紧啊。阵工咧开的工拢都伫咧7-80个，你搁互伊5档，啊，再人因要90个，哪有可能？少年人向都市去，外山汀州搬山往河边来。26岁倒来家乡东石，各单已经饲鹅仔26档的当金印表示，东石的鹅民真靠就是靠这片外山汀州来当北用。我当然嘛希望，啊无若即个事业从阮阿祖、阮阿公因到主，若到咱的手，外山汀州无伊就唔免饲咯啊。所以政府若会当外山汀州若来甲咱顾好。根据渔业署的统计，7档以来倒闭式的面积减少70公顷，差不多1成。大家渐渐改用铺面式的，范围增加2成5，整体产量差不多维持伫咧9200到500吨左右。统计和后面的观察有真差，不过中央地方拢同意外山汀州爱处理。来去研究，讲是要安怎来减轻，不要让它继续来恶化，来做好遮的防护的工法，来保护咱内底的鹅仔产业甲咱海岸线安尼。家己的鹅仔产量是全台湾上济，东石又阁是鹅仔上重要的集散中心，饲鹅仔产业若要升级，就要为方方面面详细来探讨。人工护苗，而且量起来较大，啊，过来就是讲吼，咱政府是不是当去杀工？这个区块渔业权，咱的渔民啊，政府所在来启用，我们叫做一条龙的管理，我们觉得不会输其他国家。大条问题拢毋是孤一户的渔民会当去解决的。东石的人口为民国91年开始，已经连续18档下降，人口倒减5600多人。要安怎甲东石鹅仔招牌顾掉咧？卖互产业的中心降做是偏乡地区，就设法吸引少年人回乡，这是需要正视的产业问题。记者尤金林辉听家己报道。咱过来讲，南台科技大学推出南台币。这款钱是入伫手机内底，也是国内唯一一套会当点家己学校使用的数位的货币。无论健身房、餐厅，甚至是学校外的便利商店，拢总有收。就是教授会使甲这款南台币分予表现较好的学生，通来带动上课的气氛。QR code 扫落去，钱就嵌到手机内底，交易真利便。南台科技大学推出南台币，是国内唯一一套通伫校园使用的数位货币。毋但当伫餐厅、ATM、健身房，也会使向校内参与的学生卖因亲手做的点心，甚至全国 7也会通。是我们学校有很多人都来买，然后一开始其实是没有什么人知道这讯息，然后后面就是1次2次过后，就是可能我们12点卖，然后很快就会有人就是来抢光，就是代表说我们的做的产品是有人喜欢，然后在练习的过程中，就是还可以得到一些回馈。校方拨经费打造这套数位货币，通伫学校互相交流买卖，老师也通奖励表现出色的学生，鼓舞学生上课加交流。就有这南台币之后，老师如果有提问题，就比较想要会回答，还有会增加那个上课的认真度。然后这个方便之处就是除了在 7 以外，还有学校的餐厅都可以使用。近来数位货币长时行，南台币结合新形态的金融科技，是未来社会趋势。南台科技大学表示，南台币应用，致使学生会使量早培养金融相关技能，面对产业的多变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再锁入南来讲，屏东县屏东市民政国中内底，太阳能供电的风雨球场开始运用了后，学生拍球就毋免搁再曝日，运动的费用也加真济。毋过休困日嘛吸引真济四边的民众入去拍球，经过休困日了后，本数嘛加袂少，学校当是讲真头疼。炎天赤日头，不一个屏东民政国中的学生囡仔真幸福，伊免踮外口晒日头，会使伫新起的太阳能光电风雨球场运动登球机。学生嘛对这座新球场学了甲会搭志。做球场，所以大家都在晒太阳，然后下雨的时候只能进去那个体育馆，体育馆又闷又热。自从有了这座球场之后，大家更
喜欢来打球。自从启用这座包括4个篮球场和2个排球场的风雨球场了后，不管是上体育课也是下课的时，学生拢真介意来这运动。自从建了这个风雨球场之后啊，好像几乎你看没有一个同学应该是没有坐在那边的，除非他是累了。这座风雨球场的厝顶有到太阳能板，会使减少利用化碳的排放量。学校也通提供更较好的环境，让全校师生和社区的民众来使用。这个球场啊，每一次在礼拜天啊，我们学生都扫了很多的垃圾。希望所有使用这个场地的青少年能够爱惜环境。虽然风雨球场有通热日美好，不过维护清气的环境原来真重要。校方强调，希望假日来运动的人爱保守环境，千万唔通让球场变成粪扫场。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世界的深色带，地中海的东边患者加沙走廊有180万的人口，不过对公元2007年开始，遭遇以色列和埃及全面陆海空当中封锁了后，这些人就无法度再离开。这当有一间咖啡厅，打造做亲像世界出名的海波同款，望讲民众若来，就当袂记哩所有的烦恼。咱嘛做伙来看卖。一栋30楼高茶起的建筑物，就伫咧地中海海岸边。爬起哩顶头看，会当看到规个大海。人客讲，来这袂输是敢若到马尔地夫的海沙坡，毋过这是加沙走廊。أكيد سمعت عنها وشفت عنها بالإنترنت، هي جزر في المحيط الهندي وجزر تتمتع بالمناطق والمناظر الطبيعية الخلابة، كلنا نفسنا نزورها أكيد وإن شاء الله. رغم الحصار والظروف هاي القاهرة يكفي إنه غزة عملت لنا مكان مشابه ل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وهينا قاعدين هون على البحر والمكان بجنن وراحة نفسية. لأنه أصلا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نفس المنطقة هيك والطريقة والأشكال والتصميم كمان جدا مميز ونفس تصميم والديكوريشن نفس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看内面的人客，一家满满就知影这间新开的咖啡厅真是欢迎。头家讲开店是伊的梦想，店的名号做马尔地夫，是想要让迄个无法度出国的巴勒斯坦人感受到海岛的风情。وكانت الفكرة حلم والحمد لله الآن يعني صار الحلم حقيقة وبإمكان المواطن الغزاوي يتمتع بجزء من اللي بشوفه على اليوتيوب من جزر المالديف موجود حاليا في غزة. 伫地中海东海加沙走廊自然景观真丰富，不过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控制加沙走廊了，甲以色列的关系真紧张，常常发生流血的冲突。2007年，加沙受到以色列甲埃及陆海空全面封锁，当地就出现真侪以国际旅游大城闻名的餐厅，像杜拜、马尔贝拉，也个埃及的夏姆希克。即卖伊个加这间马尔地夫咖啡厅。头家希望伊的店会当互人客暂时甲生活压力放袂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东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有9成粮食拢总是外口进口。当然的政府嘛表示讲要伫咧沙漠发动绿色革命，望讲明年就会当增加15%本土种植生产出来农产品。这间花园农场的农作物拢是一层一层贴起嚟。虽然这个沙漠温度较袂到就40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要用科技发动一场绿色革命。هذا هو مستقبل الزراعة، هذا هو التطلعات اللي نحن بدنا نطلع عليها لكذا سبب. أول شيء للسبب اللي هو نحن ما بدنا يكون عندنا اعتماد على الاستيراد، نحن بده يكون في عندنا إنتاجية محلية على مدار العام.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تغيير المناخي،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مناخ،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شتاء برا،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فيضانات،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لجفاف. 因照无共作物的需求，提供光甲水，每一种农产品袂输敢若带伫咧5-6千的饭店，内面9成的水会当回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虽然石油的运作量真丰富，不过包括杜拜在内7大行政区，日常生活的物件拢是靠进口。杜拜食的物件就9成拢爱靠外国，甲边的国家伊朗关系紧张，也影响粮食的安全。ستحرص إمارة دبي لتوفير مخزون استراتيجي دائم بمعدل 3 إلى 6 أشهر ل21 منتج أساسي يستخدم كمنتجات أساسية للمستهلكين في الإمارة.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10年前开始伫咧东非找地种蔬菜水果，结果运转去国内，不过当地政治无稳定。随着近期东欧甲澳洲买地造地，国内也开始发展科技农业。巴蒂亚花园农场就是其中一个例。
就因内面的往来田拢无用土，敢若用水。 احنا عندنا تقريبا في 4 جرين هاوس ننتج حوالي 4000 شتله 4000 تقريبا 4000 ثمره في السنه ونحن ياسين نزيد يعني وياسين نثقف اصدقائنا على اساس انهم يتعلموا نظام الزراعه المائيه. 这种农场虽然是私人企业，不过政府也正斗相共。 伫咧离市区无远，一个另外一个有空调的牧场，一共一间照挪威日头光照时间设计的三文鱼养殖场。杜拜因设立目标是希望用农业科技，让明年自产的农产量增加15%。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 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5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6度；金马、澎湖29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咱明仔下晡3点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绍介的这句是定定的，互人误会是热天的处暑。处暑汉字写作处暑，罗马字写作此无处，思无暑，处第3条，暑第2条。 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甲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 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定扫、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时阵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 迄海面吼，鱼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 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啊、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 6月风台，7月水灾。处暑伫秋天，要是烧烘烘、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收看咱的节目。